哎呦，哦，遐无注意到外口种这果子哦，种甲遐悬，位内底啦，来行，食饭啊！你好，我是有，我甲你咧煮温中豆蛋。哦，有啊有啊。敢会使食啊？咱直接去摕迄落香料，就当煮啊。你食？嘿，你食。这是香料？嘿，这是迄落香兰叶，它做像咱食米苔目迄种有。米苔目嘛有蓝济。对，毋过青哦，阮的米苔目是青，啊青是为这个叶仔来的。这是迄落是板叶啊，是板啥？这规张拢是吗？是啊，这个我拢用这个叶啊。有咖喱的味对无？伊个味甲呢偏完全无共咧。印尼料理重点就是真爱用香料。真爱用香料。你来宜兰偌久啊？这句话一听就宜兰腔呢。20几冬啊。20几冬啊！哦，迄一个真路完全无共款。安尼会使啊？安尼就会使啊。像这香兰，去泰国嘛有食过啊。不过泰国的料理较侪拢的香料拢用毒的，还是用切的。哦，袂甲加油就对啊啦。啊，阮家迄香料直接食了腹肚底。所以这是咱印尼用香料的特色。嘿，放边仔的彻底。哦，互伊沉落去，彻底啦。嘿，这是苏门答腊的。哇！迄落棕榈汤，咱的汤啊包伫迄落椰丝球内底，之后了咱就来弄这个。煮米粉，按加一丝仔这盐来。咱无淋落吗？先一丝仔来。哦，一丝啊。我这若是开课，拢有可能迄落食谱啦。咱在地来甲你学就对啊。无一定有台北的嘛来啊。台北嘛。高雄嘛来。我是爱煮爱食。爱煮爱食。安尼较袂枵死。是啊，是不要安尼嘛。差不多啊，差不多安尼大粒。啊，若较大粒加2喙，因为伊内底会喷汁。大粒你食是爱细细看，喷你家己还是喷别人？向倒一边就对啊啦吼，一般安尼会使无？啊，家己烧泥烧盐。好啊，盐就好啊，滚啊咧。我看迄浮起来呢。这条会使啊。哇！啊，再顶悬安尼该用椰子粉咧。我即马就在食吧。你若去印尼袂使用倒手夹。为什么？人互你物件，你嘛袂使。食物件袂使用倒手啊，尊重。较有礼貌啦，较有礼貌。所以我即马吼讲较济，我。除非你可能正手无用，你来甲讲者。哦，歹势，我即马正手咧食物件。就用倒手留啊接一个。啊，伊可能会小可袂爽就是话。哦，啊，拢是袂爽，我嘛是用正手就好啊啦。那我就食咯。哦，足 Q 的。啊，内底迄一加落了有无吼？棕榈糖啊，水流出来，啊 Q Q 迄外皮吼，夹到丁，哦，有够好食的。但是吼，我今仔毋是有订迄中豆蛋。有，今日是准备迄落鸡汤，阮吼做熟豆。熟豆。来。哇，真水呢。片出来吗？我刚闻到香尔，不过我感觉足侪香料伫内底。这就是印尼料理就是安尼。你若敢食酸这？酸？你讲酸啊？酸哦。酸。实在是哦。酸不是迄个落雪酸吗？这酸。你嘛真爱讲笑呢。酸啦，酸啊，就甲接落就好啊。系啊。可能搅搅会搁较好食。我感觉蓝酸较好。因为我加一个芳气伫内底，这口味台湾有效。会效吼。你是因为才想要开这间店的哦？较早嘛真爱煮啦，像故乡啊，开始想到一定是食的，啊，就拢家己煮家己食。家己煮家己食。系啊，家己煮家己食，真孤单。一寡姐妹嘛是共款想故乡。伫厝诶，心情歹啊，来讲诶无？有人通讲。对，后一个所在通讲通食。后拄我看恁店内底，我写讲即个大学生拍9节，啊，义工拍7节。7节，啊，就大学生因拢嘛辛苦啊，伊嘛是有帮阮真济，对，想讲一丝丝的回馈啦，系啊，一点点啦。然后那义工
伊讲是伊若家己来食，阮有甲伊拍7折。嘿，有时有人厝内底无爱用物件，伊拢关来食，拢会来食景安尼，摕转去用。姐啊，你到底会做偌济代志哈？迄搁有灶骹，搁有即落课程，搁有关物件。安尼真好啊！莫讲这所在拢无效，一直就是食尔，无啥物感情伫内底安尼对吧？哦，我听来吼，真是感动啦。但是我迄个时阵查吼，叫伊布啦，伊布到底是啥物意思哈？伊布是妈妈的意思。嘿。所以意思讲，即个餐厅就是妈妈的灶骹的意思。对。有事无事坐马事。